旺角湖社生巷金苑酒家飲茶。港鐵旺角站一出口出站後，湖社生巷就喺右手邊，轉右入大廈，搭 lift 上4樓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2點，茶錢9蚊，大中小點半價。下午茶2點至5點，茶錢10蚊，大中小點都係半價。早茶同下午茶點心半價後，小點16個半，中點21個半，大點25蚊，特點38個8。早茶點心9個8起。早茶煎蛋牛肉飯14個8，隻蛋煎得幾靚，牛肉淋滑唔錯。金苑鮮蝦餃2隻9個8，蝦餃中規中矩，蝦肉大粒 OK。薑汁雞包仔2件11個8，包皮鬆軟，餡料味道可以。下午茶點心9個8起，湯粉麵飯19個8起。燒味米線19個8起，粉麵飯38蚊起。下午茶上海小籠包9個8，湯汁唔多，餡料好味，好食。金苑鮮蝦餃2隻9個8，下午茶又食多次蝦餃，抵食。懷舊肉絲炒麵38蚊，材料豐富，味道可以，都係抵食之選。早茶埋單60蚊，下午茶埋單85蚊。